后来花莲自从4月初3发生大地震了后，余震就连续不断，敢若是昨到今仔日早起，都摇180届。震央的位置是慢慢往南边来刷动，为海上转到陆地，而且嘛愈摇愈浅。气象署来分析，这余震可能是应力转移的关系，也就是地震后周遭的断层受到应力的影响，提前来破裂。但是规模甲发生的时间拢真歹预测。专家认为，花莲的余震恐惊会阁持续1年。变水门规个陷落来粪扫桶东倒西歪，航风走廊就亲像变做水南东入口，广速破气，水流到满世界。4月初3大地震过，花莲东华大学第一未修理好势，即马阁受到所谓地震影响，校园内底真侪所在受到损伤。根据气象署统计，4月初3最近过了后，花莲大多细细所谓地震出现超过1000拍。从昨天5点8分，下午5点8分到今天所发生的这些，我们都是判断，初步从资料来判断，它是0403的规模7.2的一个余震。4月初3规模7.2大地震，震央伫咧台湾东部海峡，算是极浅层的地震，深度刚好19.5公里。落尾所谓地震不断，不过当发现伫咧前半段时间，大部分的所谓地震，震央大部分伫咧花莲近海含东部海峡。不过，随时间伫咧推测，会当发现震央的所在渐渐伫咧变化。除了往陆地震动，地震发生位置嘛往花莲南边集中。几件规模较大的地震，深度拢比10公里细。它当然会随着时间慢慢的缩小或是减少，但是它中间还是会有因为应力转移，因为调整的部分，然后就数量就多起来。应力到底是什么物件？伫咧每一场地震过，应力的影响煞尾地震的发生。史上地震发生过，震动向外拓开，应力开始对附近包括海上、陆地断层造成影响。应力增加，或者减少会影响断层离开时间。以即摆4月初3大地震来看，应力所会可能互四周围断层应力增加，所以断层提早离开，所谓地震才会直直发生。规模大小和断层离开当体等现象相关，断层离愈长，这地震规模就会较大。尤其是在原来主震的边界，那通常这些应力转移大概有时候到半年到1年的时间，就是看规模的大小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应力增量会改变一个断层，它会提早破裂，但是我们其实不知道这个断层系统已经累积了多少的应力，所以我们不太知道它下一次发生地震的一个时间，所以我们很难预测说下一个这个断层它会是什么时候破掉。受到这个应力的影响。所谓地震，互民众心惊惊，专家嘛提醒，伫这段时间断真细腻，所谓地震继续影响其他断层，会造成后一摆地震。余震当然就看规模当然规模4、3，这常常就是1年以上。那规模5跟6可能就是半年，但是有时候一些经验只是它可能诱发邻近的断层构造，那时候就会产生又比较大规模的地震。所以这个就说你一个系列可以有一个时间函数的递减，那这个系列如果诱发另外一个断层，那个断层又另外一个函数的递减，所以简单说来是说，整个中古区域、台东、花莲这个区域，现在是一个碰撞的能量释放的期间。这地震，那花东的民众拢感受会到，台北的民众这2天恐惊别人困袂够多，明明无住伫震央附近，这地震位置嘛渐渐往南边刷顶通。不过台北的地震嘛是摇到真大力，互大家拢心惊惊。因为台北是一个盆地，然后还有一个沉积环境，所以它这个波的传递容易聚焦，然后因为是沉积环境，所以它振幅也会放大。所以不是只有这次地震，台北盆地有一些影响。如果大家还记得921地震的时候，台北也有房子不幸倒塌。来看1999年东创全台湾的9例地震，1年来规模超过5个地震有84个，规模超过3个地震超过5000个。图表嘛显示大地震过，所谓地震会伫头发生。4月初3大地震是9年后25年来，台湾搁一摆面对规模超过7个地震，恐惊这所谓地震会搁继续挡一段时间。专家就提醒，最近也是唔通急放风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